这是头段气象署上新的说明，来关心风台即摆已经减弱啊，变做中度风台，也毋过伊也是慢慢啊扫，行的速度真慢。今仔日咱全台湾22个县市拢是停班停课，气象署是预估讲，因为风台行真慢，风台有可能会伫台南也是高雄附近登陆，也毋过登陆的时间有可能会拖到今仔日的半暝啊，也是明仔透早。过不去了，过不去了，救援啦！南市环岛公路海边啊，影正大，有一台修路车差一点就互拍到岸顶的海水降去。暗时6:20开始有风声封闭，因为风台来，全台湾22个县市拢停班停课。高雄有民众惊讲，顶回地下停车场淹水的情形搁发生，所以排队排4点钟才停到立体停车场。他们可能有一些空的地方，可以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时间，台风天啊，是不是能够比照红黄线这种征用的方式，让更多的车能够容纳进来。伫金门寮路湾海峡，总有30几台货轮落船顶劈风台，大部分拢是中国籍无经过事故的货船，海船用无线电放送，靠近到更加安全的所在停。因那台北虽然风雨一个无啥明显，不过全市的水门都已经升关起来，所以初一下班时间，东湖往实际方向大塞车，车牌甲路长。因为北平大冷空气的影响，3度2风台今仔透早减弱做中度风台，脚步正班往近台湾，伊的暴风圈已经卡到恒春半岛、屏东、台东甲高雄。风台中心的结构正完整，登陆的时间可能延到今仔日半暝到明仔载透早。台风登陆的时间点会是落在今天的午夜到明天的凌晨7晨这段时间了。那登陆的地点大概也还是掌握在台南到高雄的这一带。所以整体的登陆时间跟昨天的这个预报相比是有稍微再延后一点点，但今天台风会持续的往台湾的南部陆地靠近，所以整个东半部、花莲、台东跟南部地区今天一整天的风雨都会持续的增加。气象署估计3度2风台登陆的前后，依然会维持伫中度风台，威力也是正大。两大外送平台福变达甲Uber Eats拢宣布，受到风台影响，今仔日透早开始，全台湾拢暂停提供外送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